搞笑諾貝爾，Wasabi裝甲車贏晒。Wasabi 唔係人人受得噶，隨時食到眼淚水都飆噶。日本知海醫大講師金井真就用 Wasabi 發明龍人火警警報器。Wasabi, nice to wake it. Wasabi, nice and to find. 當然唔係齋唱歌咁簡單啦。金井真測試咗100種味道，發現 Wasabi 最辣。龍人聽唔到警報聲，但係聞到 Wasabi 就即刻彈起，即刻閃人。一個 Wasabi 警報器就奪得今屆搞笑諾貝爾化學獎。頒獎禮前日喺哈佛大學舉行，一班學者研究飲料獲頒醫學獎，佢哋親身飲料3粒鐘，唔止辛苦啊！發覺就快谷爆嗰陣，人嘅注意力同判斷力都會減低，好似飲醉酒咁款。如果呢個時候揸車呢，就等於醉駕，隨時累己累人噶。所以奉勸大家一句啦，急尿害人，開車前咪飲啊！至於和平獎仲騎嚟啊！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市長出動到裝甲車對付違例泊車，一見有路霸就將佢哋碌爆，咁暴力反而得到和平獎。喂，搞笑定玩嘢先？